各位乡亲高早啊，欢迎收看今日4月2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伊是表示这是有意义的对话。那中国是讲，因绝对袂提供武器予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任何一边，促成和谈才是主要的目的。中国即马卖派因驻进前驻俄罗斯大使去乌克兰访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答问讲，这是一遍长时间并且有意义的电话交谈。伊也相信这边的通话，也个任命乌克兰驻中国大使，将会为彼此双边关系的发展加入强国有力的动能。也强调，一定要把所有失去的领土拢收回，若是妥协就无可能有和平。要求世界各国莫提供武器予俄罗斯。中国是讲，未提供武器予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任何一边。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我们既不会隔岸观火，也不会拱火浇油，更不干趁机谋利的事。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泽伦斯基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2日通电话1点钟，这也是俄乌战争开始了1年多以来，两个人第一遍通电话。北京甲莫斯科的交情一直拢袂歹。1个月前，习近平才访问过莫斯科，2个月前也佫讲过愿意伫咧俄乌战争之间做中人。泽伦斯基伫咧通电话了后表示正乐观，因为会当家己的观点放伫咧中国甲俄罗斯之间，尤其俄罗斯总统普京正需要甲北京保持密切的关系，来对抗甲乌克兰徛共边的美国。美国白宫表示，这码代志是往积极的方向发展，和习近平听到乌克兰对有非法无故入侵的看法。俄罗斯方面是侮辱北京伫咧和平谈判进程所做的努力。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声明并无要求俄军离开占领区，也无讲俄军就是侵略者，也佫甲这码的局势讲这是一个危机，唔是战争，对结束战争是无啥帮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有一个60多岁的女游客，昨昏是申请入去屏东牡丹乡的阿龙一古道，结果伊讲伊的心脏无爽快，尾也全昏迷。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伊已经无生命的现象，用直升机把伊送落山，赶紧送去病院抢救，也毋过尾也是不幸死亡。13:01，由本分队救护人员接触患者时，患者已呈现 O 卡，救护人员立即于现场施作急救处置。并将患者以轮式担架由案发处搬运至乱石堆起点处，等候直升机前往吊挂救援。这个负责人昨昏是带团去行阿龙一步古道，早起11点多，伊讲伊的心脏无爽快，感觉无法度喘气啊，了后伊就昏迷。现场的人赶紧先替伊做 CPR 来抢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嘛有派空勤直升机赶紧去救，甲伊送落山，赶紧送病院。也毋过尾啊，抢救无效，也是不幸过亡。继续关心昨昏在儿童机场有接到通报。讲有一架对北京飞过来中国国际航空的飞行机帮顶头有炸弹，咱的通机场虽检查飞行机，好佳在并无找到炸弹，警方即马正在追查放消息的来源。日早起11点，托机公司接到通报，一台由北京飞桃园的中国国际航空航班 CA185，好亲像有玻璃物。托机公司唔敢大意，紧急向航警局报案，请航班停伫接驳机坪，同时关南跑道，为了确保安全，用2台电工机开机测试，请旅客落飞机安检。如果会出事，好像也来不及了。对啊，应该还好啦，还好啦。对啊，是，只是算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听说是什么机上有爆裂物，是，我们还好，大家在机上还是很耐心的等待，是，没有什么抗议。根据了解，这台航班拢总有103旅客，15个机组员，不过机顶的旅客拢唔知有玻璃物的消息。好在机顶特殊良好，
安检大队防暴员也甲刑警大队搜证人员进飞机执行航机清仓安检，经过检查了后，无发现有暴力物。只是国内最近交通运输一直传讲有炸弹恐吓，先是代替第24早起11点接到基隆车站，互人放8粒炸弹。同一天下晡代替高雄往台北列车传出有3粒炸弹。25早起10点代替地下停车场的轿车，佫讲有炸弹，佫甲中国航班传出有暴力物，已经连3天拢有炸弹恐吓的代志。最近好像很多单位都有接到类似，像之前的铁路啦、捷运啊，都有接到类似的一个恐吓的一个信件。那但这些信件经过查证之后，都属于有一些乌龙或者是刻意在扰乱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目前呢，我们发生任何接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最严谨的一个态度去做处理。互人恐吓的中国国际航班，伫完成所有安检了后，晚3点外钟，一直到下晡4点外，才互旅客上飞机执行回程的航班，为桃园机场飞转去北京的任务。民航局是讲，无论是毋是真正有暴力物，只要接到通报，机场航检局甲民航局拢会谨慎对待，确保飞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的出版社北基文化的总编辑傅灿，伊是要写册积极新疆的问题和中国独裁问题。伊3月份的时去中国探亲，却尾也失去联络。中国国台办即马是证实讲，伊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互抓去调查。咱中委会嘛讲，傅灿的亲人嘛有互警告。咱中委会嘛批评中国安尼先做，就是咧打压台湾。两岸经济紧张，图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北基文化总编辑傅灿3月到中国探亲了后失去联络，传出伫上海和中共国安单位秘密抓起来。中国国台办2日证实，傅灿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暂时接受调查。另外，社运人士杨智嫣相关互抓起来，中委会呼吁中共赶紧释放杨智嫣。央国台办强调，是对严厉顶处台独分裂势力的警示。国家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台独分裂分子刑事责任，是进一步敲响严惩台独分裂势力的警钟。任何以身试法者都难逃国家法律的制裁。复查不明李彦豪，1971年伫辽宁省出世，有中文博士学位，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结婚了后搬来台湾住。2009年伫台湾成立北基文化出版社。2013年领取中华民国居留证。对复查互抓起这件代志，国安局研判，北基要出版专册涉及新疆的问题，中共独裁，当着中共敏感的神经。中委会证实，伊厝内底人拢互警告，作为库泰山警示，杨智嫣复查连续互抓起来，显示中共长手过管告台湾，目的是打压台湾。他现在已经长臂管辖到台湾来了，像一个是在台湾过去从事政治活动，一个是在台湾从事出版，那新闻这个在台湾基本上是稀松平常的一个基本的。其实他们都不是什么指标性人物嘛，对不对？哈，对。那我想，所以呢，这个显然是有恐吓的味道在这里面。他绝对不敢在台湾成立一个什么警政服务站，但是同样的模式。中国在全世界开始监控在海外的华人，你们在大陆有事业哦，要小心哦。那这个东西才是国安局要处理的事情。有在处理，有吧？哈，有。好，那办几个案子出来吧，好不好？好。另外，中共伫海外建立912警察站，监控中国侨民是毋是伫台湾有相关的组织监控，也是威胁。国安局无排除渗透台湾的可能性，央国运作方式无同，若是有引诱加组织动员，有事情就以上检调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是东北季风会减弱，温度会回升，中南部的高温上悬会到31度。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日是东北季风会减弱，水汽嘛会减少。咱台湾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伫东半部、北部山区会落地渐雨，中部的山区过昼了后嘛有13雨。温度的方面，透早是感觉较凉，北部甲东部低温大约是18度至20度，也毋过日时开始温度就会回升，高温有25度至28度。中南部低温是20度至23度，若高温是有27度至31度。今仔日嘉义以北、屏东早暗的温差拢有10度以上，乡亲爱细致温度的变化。
继续关心中华的莲花食品工厂25导火烧，造成7个人死亡，15个人重伤。经过研判，有可能是油鼎的机器导火才引起火灾。那这间工厂即马嘛方查到讲，去年完全拢无申报公安的检查，所以劳动部即马是决定讲5月中开始要全面检查咱国内的食品厂。现场用风速线围起来调查另外2早起中华莲花食品彰化厂继续来采证甲勘查，初步研判2楼的调理区油炸机导火造成灾害，厂方人员是拢在里边啊。我们目前还是在调查当中，我们配合主管机关全力配合。厂长讲，配合主管机关全力配合，因为检方嘛要查是毋是有人为的疏失，是毋是因误来通报。这场大火已经造成7人死亡，15人受伤，甚至有人也未脱离险境。死者家属也直接指出消防设备不足。所有的公司都能把这个消防的东西做到最彻底，固定就是说引导他们说，如果真的万一要怎么？对。跟公司迄大间消防是这样的，不过伊就话被逃生门先少。大个是提醒，莲花食品彰化厂方断水断电以外，天然气供应也拢终止，甚至也未查出。去年无做建部公安的检查申报，会依照建筑法来开发。去年的部分我们查莲花并没有申报的一个记录，可以裁处6万到30万的一个罚款。到了彰化厂区出问题，中日厂也桃园市府检查室发现一化石油作业区防爆设备不足，会罚10万，要求限期来改善。莲花食品一再爆出违规的情形，以近5年来统计，全台5个厂区落检103场厝，违反91项厝。尤其是接案卫生相关人员视力不足是占上多，罚款863万块。第7摆火灾记了后，劳动部也下令5月中开始，要对国内食品厂全面来进行落检。违规的太阳的话，它主要是检查这一块，还有它的一个危害化学品的一个标示不足。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现场一个环境的一个堆置、物料堆置这一块，大概是我们主要经常看到的。落检的对象会锁定航胖、炊煮甲食品制造业，企业规模50人以上，初步规划全台有190间。重点的项目包含现场火灾预防、食材、坑地贴道等等，即要有违规，依照轻重相关开罚3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金管会有邀请银行公会、信用卡委员会，也佮有侪间银行来协商限制电话行销的方式，希望要修改原则。是讲，不管是新客户也是旧客户，拢爱互选择，拢爱互警讲，敢要接受电话假批，也是简讯的行销。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帮屋税5月份要开始扣税，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咱国内计共有7个县市对去年7月份开始实施囤房税。今年纳税时，计共有超过25万户囤房的大户，税金拢会增加，平均是增加要5000块。继续关心《自由时报》。美国总统拜登伫白宫和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举行双边的会谈，会后2个人有召开记者会。拜登是表示，两国的共同防卫条约正坚定，要主动恐吓对抗核子威胁、核子恐吓这部分嘛拢有共识，双方嘛会共同促进台海和平和稳定。那中国除了对咱台湾进行军事威胁，即马嘛利用网络科技扩大认知作战。咱国安局长就表示，中国有可能透过因家己开发的 ChatGPT 来散布假消息，来影响咱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中共一直对台湾文攻武吓，唔那制造台海特别战争气氛，佮讲美国放弃台湾。国安局最新报告指出，中共加强政策项威胁，透过军事侵扰、嘛综合无人机、空飘气球、民兵渔船等，又佮引进新科技、新手法，强化认知作战。中国开发家己的 ChatGPT， 国安局密切评估是不是用伫散布假消息。那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中国有没有透过一些军事或经济胁迫的手段，来对台湾进行外部环境的一个施压？那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中国有没有透过刚刚所提到的假讯息或认知作战的操作，来影响台湾民众在政治上的一个偏好，甚至去影响我们民主选举的结果。另外，台湾强化甲国际的情报交流，五眼联盟是由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英国甲美国组成。国民党立委陈以信指出，国安局最近大幅度换新电脑设备，甲国外情报机构设备正共，是不是代表台湾已经甲国际达成合作？蔡明元证实，目前甲五眼联盟会当进行即时情报交换。
这些新的设备里面啊，跟五眼联盟的这个所使用的这个情报的电脑系统，如果未来要进行情报的对接，尤其是这种即时性的情报的时候，是可以对接得上的。有保密性的，对，我们会透过保密性的系统。那现在我们跟他们有没有实际进行情报的交换？都有，也是即时性的吗？也有即时性。台海呢发生战争，前空军参谋官邱世卿事件，台北新竹恐然是台湾上危险的所在。蔡明安回应，安怎吓惊阻止战争的发生是防卫政策上界优先的考虑。国安团队嘛针对无共场景做好演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白宫前安全顾问波顿昨昏来咱台湾访问，伊嘛有表态想要拼明年美国的总统大选。针对台海议题，伊是认为讲，美国、南韩、日本和咱台湾爱成立保卫小组来应付中国的威胁。另外，伫咱国内增加自我防卫能力这部分，咱的国军5月份的时要进行汉光39号演习的推演，伫7月份的时就会进行实际演练。对于镜头热手，美国白宫前国安顾问波顿日中投到台湾访问，因为波顿已经表明争取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也是美国大选头一位访问台湾想要参选的人。波顿是出名强硬反中派，有台立场证明。访台前，伊伫首尔一场安全论坛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应该当作对南韩的威胁，希望南韩、日本、美国、台湾应该组成集体自卫小组。当然，我们也很乐意看到理念相同的国家跟台湾在这个防卫上能够互相的合作能够来遏制这个威权的胁迫。波顿一定会伫29世界台湾人大会，也甲5月7日的法拍40周年庆祝晚会发表演讲，会甲总统蔡英文共台。即马台海局势各界的关心，国防部公布汉光39号演习，5月进行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7月进行实兵演练。演习的重点包含前进舰的保存、强化海上侦察甲护航能力，并在制空跟地面火力的资源掩护之下，对敌的制海编队还有2栖船团实施重层的打击跟饱和攻击。那是是演练美日支援科目，还是邀请美军人员参与？国防部表示，有关计划如期进行，细节无对外说明。国军第2作战区日南嘛实施战备组任务训练，重点伫战车、驾车装备的战略防护演练。官兵阁利用在地熟悉地形这个优势，收宽各车指挥所等战机，就地实施稳装变装，其中就有驾车藏伫市场单位，则佫较一般的磅礴，也有藏伫宫庙、工厂也甲树林这个所在，显示战略防护已经是演训重要一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伫26日时对外表示，对今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的案例已经大大减少，已经减9%啊。也毋过病毒即马也搁在突变，而且呢，佮讲全世界有几若亿人因为为着了后老爸母即马需要长期的照护。也毋过好消息是，即马新冠疫情已经毋是全世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新冠疫情发生到即马3年外，世界卫生组织讲，自今年初到即马，新冠病毒死亡比例减少95%。 Which have dropped 95%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However, some countries are seeing increases, and over the past 4 weeks, 14,000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to this disease. 谭德赛讲，疫情到即马还阁伫咧传播，病毒继续伫咧突变，估计有1/10的患者会出现长新冠症状。全世界有几落亿人爱长期照护。不过好消息是 ，WHO 有信心伫后个月开个定期会议，宣布新冠疫情无再构成全球公卫紧急事件。比指讲是疫情源头的中国，最近疫情有小可上升。不过专家认为，伫短期内未发生大流行。个别地区呢？疫情有小幅上升的迹象。那么，全国发热门诊监测数据显示，全国疫情总体处于低水平的波动状态。因为中国五一假期就要到啊，防疫政策这么放零了，出门省的民众恐惊会大幅度增加。官员讲，风景区加文化场所若出现新冠疫情，会随立刻全面一个审查滞留的游客，特别是来自外省的游客。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
咱拢知影新加坡的法律真严，新加坡就有一个查甫人因为走私1公斤的大麻，被判死刑。虽讲甲伊定罪证据，也佫有真侪证据，联合国的人权办公室嘛有赶紧出面要阻挡这件死刑。也毋过新加坡也是伫26个时，甲这个死刑犯处决。 这日沙提定情书是无放弃上尾的这个时阵，希望法官会当定判，要执行因弟弟的死刑。新加坡46岁查甫人谭加拉朱，2017年因为煽动参加运动被定罪，伊被指控讲身躯顶有1017.9克的大麻，是新加坡规定会当判死刑这个量的2倍。谭加拉朱2018年是被判死刑，上诉了后，法院嘛是维持死刑的判决。虽然伫这进程，包括伫个联合国做全球毒品 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英国好野人布兰森，和全国当地的人权团体，拢以欠直接证据呼吁停止执行死刑。但26透早，谭加拉朱已经伫个将伊监狱，封处吊倒刑死亡。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responded to the undeniable evidence and science about cannabis and harm reduction, moving decisively towards decriminalization, legal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plant and its uses. It should outrage all Singaporeans to witness the grave injustices. Not life! End racism! Not life! 亚洲的金融中心新加坡有世界上严格的贩毒法规，因有缘坚持死刑，才是阻止贩毒上有效的手段。目前全世界真侪国家已经将大麻除罪化，包括伫个新加坡隔壁的泰国。人权团体嘛继续对新加坡来施压，呼吁因较紧来废除死刑。新加坡伫2022年已经对11个死刑犯来执行死刑。谭加拉朱是去年以来第12个被执行死刑的死刑犯。新加坡2022年嘛发生一件争议正大的死刑案件，一个心智欠缺34岁马来西亚的查甫人纳加德兰，2009年被查到伊诈毒骗去新加坡，2010年被判死刑。伊上诉真侪摆拢败诉，双方经过真侪摆司法战了后，死刑延到2022年的4月执行，互国际是强烈批评。公司新闻新闻配编译。有一寡拉丁美洲的移民，即马调伫墨西哥的边境，无法度入去美国，因为伊嘛无想要互赶走，即马就是动用甲喙舔起来这款方式来定情。也毋过另外一边，也是有真侪移民冒险想要去美国，走去美国的边境。有人权团体即马就较烦恼讲，到时墨西哥的管控可能会愈来愈严。 强忍痛痛，用右线把喙唇舔起来，滞留伫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霍华斯的拉美移民，25用舔喙唇的激烈方式，要求墨西哥政府发放许可证，互因暂时留伫当地。Nosotros pedimos que nos ayuden y si no nos pueden dar, aunque sea el bus que tanto pedimos para llegar a nuestro destino, pedimos el permiso, que es lo más importante. 抗议的移民是讲，一寡妇女甲囡仔已经行到真忝，无法度搁行到美墨边境。不过无墨西哥的许可证，因原来会互人赶出境。No queremos que más gente muera, no tenemos cómo seguir caminando porque sabemos que ese país es peligroso, podemos ser secuestrados, podemos ser robados. 美国要伫后个月11取消第42条新冠疫情卫生命令，也就是讲袂阁以防疫理由，甲边境移民快速送转去墨西哥。到时阵，预测会有阁侪移民会想要入境美国。不过，这并无表示美国会开大门迎接移民。人权团体是烦恼美国可能会要求墨西哥对移民加强管控，亲像甲因拘留还是赶出境，所以恐吓虐待的代志恐惊原来增加。顶个月底，墨西哥一个移民拘留中心才发生火灾，发生代志的时阵，警卫无及时开锁放人，才会致使几60人烧死。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由日本航太公司 iSpace 开发的定位太空船北兔号，去年底对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本地是按算第4月24前几日被登陆月球，也毋过全和地面的控制中心失去联络，等于是一个民间企业投资开发的上月球的任务宣告失败。Doesn't this look amazing? Well, this is real video. Yes. Not CG. No.
It's amazing. 日本新创公司 iSpace 透过网络直播北兔 R 电月舱登陆月球的实况，北兔号安装第一日登陆月球表面，到第一日月球地面10公尺时阵，控制中心甲北兔号失去联络。时间分秒过去，控制中心人员的表情也未欢喜，转作沉重。iSpace 表示，已经假设北兔号登月任务失败。We lost the communication and we could not secure the communication yet. And our engineer team is working hard to investigate what happened using the flight data they acquired until then. 北兔号任务是日本第一个民间登月计划，登月舱伫2022年12月由美国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搭载升空，伫3月之一进入月球轨道。第一日按算降落时间进程，下降到离月球表面100公里的所在开始降速，说第二月球表面10公尺的所在断线。iSpace 也做好上摆拍算。We need to confirm first what would be the status of the lunar lander, investigating, analyzing our flight data so far. Depending on that result, we may have still hope, but I cannot say anything right now. iSpace 成立伫2010年、2017年开始投入登月舱开发计划，未来计划提供飞去月球的交通运输服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推文表达，虽然登月舱断线，不过会继续支持新创企业的登月任务。到即马完成登月的国家有俄罗斯、美国甲中国，印度甲以色列是前后挑战失败。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俄罗斯拍乌克兰最近拢无进展，为着要减少俄罗斯国内抗议，俄罗斯即马是无要搁强制掠人去做兵，要改用大规模的广告，用钱来请人去做兵，要找40万人。外国媒体就报讲，志愿军一个月薪水上无有薪代表7万5以上。继续关心美国进前起诉40个中国警察，讲因伫美国监控中国的异己人士。中国国安部是提出抗议，批评美国无证无据乌白起诉，硬要甲白白乌染甲乌，嘛批评美国做贼的花掠贼。中国是放调讲，因一定会还这到底。继续关心全世界大约有6趴海运是通过巴拿马的运河，因为当地无落雨，人工湖的水位是头咧降低，已经降1成，即马造成运河航运量减真济，因为大只船即马拢过袂得过，就安尼就无法度趁到通行费，欠水的危机可能会威胁这条运河因的未来。继续关心5月2日世界卫生大会 WHO 就要开会，咱台湾今年也未收到邀请，也毋过咱的卫福部长谢水元表示，伊一定会亲身带团去日内瓦，和咱台湾理念同款的国家进行双边的会谈。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5月2日要伫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积极向世卫组织秘书处争取用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不过咱国已经连续7年无收到邀请函。对这样代志，卫福部长谢水元26拜3伫立法院表示，目前也未收到邀请函，不过也是会亲身带队去日内瓦。我们目前还没收到，好，那我正在努力当中，还是继续在努力。我会亲自带团过去。谢水元表示，这届去 WHO 人员包括卫福部国卫院等相关人员，亲像国卫院前院长梁经义、国卫院长苏道惠康、健保署长赵宗良，也甲人叫的国民竞赛的疾管署副署长罗义军等人。罗义军过去曾经也是跟团过去的所以他有比较多的经验。因为今年的团长就是我了那没有经验了，所以我需要有去过的人那是比较有经验的。谢水元讲，新冠肺炎疫情也是较热门的议题，罗义军较早嘛捌有 WHO 交流经验，所以邀请伊带团去。这届嘛甲理念同款的国家进行双边会谈，举办相关活动甲论坛。这个拓展国际公卫医疗，若是会甲倒一寡国家进行双边会谈，目前也搁伫咧接洽联络。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看，咱台湾啦啦队进前伫美国参加2023啦啦队国际杯比赛，团队来好成绩。男女混合最高级组摕到金牌。也毋过咧颁奖典礼的时，工作人员放歌放唔对去，放到中国的国歌，知影放唔对了后，遂赶紧改咱台湾的国旗歌。
当日天顶了，正水的射击连带动全场的气氛。2023啦啦队国际杯比赛，台湾队有好成绩。每一个动作拢爱统一精髓，也爱精准无失误。台湾选手完成一连串的精彩动作，在男女混合上国际组摕到金牌。不过，在二次颁奖典礼，主办单位煞突袭。这首歌，你这样，start。工作人员放中国的国歌，台顶的选手所讲起，好佳在台湾国联团赶紧改动来，大会也随改放台湾的国旗歌。后来发现，不是，那是中国的国歌，就是所谓的义勇军进行曲。那我们马上制止了大会，继续把那个国歌播放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会造成困扰。那所幸呢，大会也能够及时的停止了音乐的播放。啦啦队伫咧日日暗自奥兰多平安返来台湾，感谢替囡仔赶回考庆祝因出国比赛摕冠军。台湾啦啦队这边除了摕到一块金牌，也伫彩球双人组摕到第9名，四花双人组摕第7名。很荣幸可以获得这样的成绩，然后为台湾争光。我们表现得算是不错，就是有满足到大家心里的期望。这边比赛中国无派选手参加，也毋是亚奥运的项目，不过选手的表现，让更加侪国人看到台湾啦啦队选手的实力加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顶一日，咱的国宝艺术朱明，那亲像是因为长期破病，想袂开行地路。即马就国民党的立委要求讲，爱重新来思考合法的安乐死。也毋过，卫福部长谢水元表示，目前咱国内已经有法规会当保障病人选择安宁疗护的权益。医师公会嘛表示，安乐死等于是协助自杀，违反医生的道德和伦理，无啥医生愿意做。国宝级艺术家朱明几工前因为破病真久，也是伫厝自杀，震惊社会，也互安乐死的议题搁再碰上台面。国民党立委温玉霞讲，近年来有超过上百件的长期照护的悲剧，要求卫福部重新考虑，互安乐死合法化。你敢有支持这个安乐死这个问题？重点就是讲，伊爱借别人的手来处理这项代志，啊，借这个别人的手真济吼。就是落在医疗人员的身上。诉水员讲，即阵国内已经有病人自主权利法，也有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会使减轻也是免除病人每期的生理甲心理上的痛苦，也能保障伊现种的权益。李医师公会3年会也认为，安乐死是协助病人自杀，这甲医学伦理是相违背，可能只有真少数医师愿意去执行这项业务。如果真的通过了这个法案，那你真的要请医师来执行，医师还不一定。会去，应该也有一个拒绝的权利啦。因为像你如果说叫我来结束这个生命，说实在我们真的于心不忍。另外名体育主播傅达林，老的时阵因为腰手感真痛苦，伫2018年6月在惠灵机构随师进行安乐死，享受85岁。傅达林的后生傅振豪近年来积极倡议尊严现状法，希望每期的病人莫甲伊老爸同款忍受痛苦，用有尊严来离开人世间。吗啡原本一天可能喝半瓶，后面到一天可能要喝3-4瓶，都没有办法足以止痛。这是我父亲接受到的安宁缓和治疗。诉事员强调，安乐死只要这份工作会落伫医师身上，也佫包含世界医师会 WMA 拢要求医师莫去参加加工的自杀。若是有政府来启动安乐死相关的讨论，恐惊引起学界冲突，这阵社会也真难有共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昨早是审议双语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因为有争议无共识，条文保留要交党团协商。双语讲的就是国家语言和国际语言。有专家是认为讲，要增加咱国家的竞争力，除了爱学好国际语言，也毋过更较重要的是爱认捌咱的本土语言，才有法度向国际传播在地特色和文化。26国发会主委景明鑫审议双语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双语所讲的是国家语言甲国际语言，但是草案无对母语有详细规划，和部分立委口说是英语发展中心，落尾无达成共识，敢若通过第1章的章名，条文全部拢保留。多少比重是放在母语？母语的部分，因为有另外的经费，
好，他那你这东西干嘛叫双语？你就叫英语推广就好了。如果只是要推动英语而已，其实就回到原本我们英语普及、英语能力提升的整体的政策。你要含国家语言还是不含国家语言，或者你只剩下国际语言发展中心？黄美华拢参囡仔讲台语，伊讲对母语家庭来讲，无反对英语教学，不过爱参其他课程，整体思考。咱是不是华语的时间爱甲伊减少？啊，无英语的时间要去倒位来？就是比如讲，即马台北市伊咧双语教育，伊拢甲一寡较适合来做浸水式的学科，比如讲生活还是音乐，伊就提起用英语去教。双语政策希望增加国家的竞争力，但是母语团体指出，国际化的内涵是在地化，敢若学国际语言，却对家己的本土语言无认捌，是无法度达成目标。会当善用多种的国际语言来去教在地台湾的物件，讲互外国人了解。爱学咱这个社区的在地语言，先学会晓，了后再去学咱社区边仔的语言，再去学其他更较快，更较无共的这个其他语言，包含国际语言。双语国家政策争议不断，也有团体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建议停止政策。短3天，预计就达成目标。母语团体指出，台湾本正是多语社会，即马社会较看重强势语言，应该重新思考安怎伫重视本土语言的基础之下，加强国际语言。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台中市的大理区有一间国校啊，有一个老师防指控，甲学生囡仔拍甲规身躯全拢是伤，而且佫恐吓学生囡仔，绝对袂使讲出去。学校即马已经展开调查，先甲这个老师调离开教册职务，毋过家长嘛已经去报案啦，而且家长坚持要提出告诉。等于颔棍的尿痕含大腿的乌青，读台中大理区一间公立国小6年，一个姓林的弟弟，含家长是做伙出面指控讲，伫25早起，教自然科姓洪的老师因为检讨考卷无欢喜，斩刀啊，互姓林的弟弟跋倒，佮掠伊领互去弄病，造成伊头面、颔棍含正大腿，佮有倒手拢受伤，事后佮互恐吓，拉着我衣领就去撞头，然后撞完，老师又说这件事先当没有这一件事，逼我说不要把这件事说出来。如果说出来的话，到了国中他会跟我国中的老师叫他逼死我。但他现在非常害怕，因为他知道他明后天如果去学校还有自然课会遇到那老师，他也会怕说老师会不会私下找他麻烦。姓洪的老师24是捌伫 IG 发文，用华语的混蛋混笑去叫学生，而且佫讲伊要动手，佫讲明仔载就知啊。这拢互共班的家长记录。学校是讲有掌握信息，嘛有警告这个老师，无想到嘛是发生这个代志。目前已经召开后事会议，成立调查小组，而且甲姓洪的老师调离开，即嘛袂当教课。其实这部分我们在昨天一早就有收到同仁的给我们提供的讯息了，那我一早也立刻。在开完晨会之后，立刻赶快跟老师说：“老师，这个样子是不适合的。”那没想到后来还有后续的状况，我们有在跟老师在做确认啊，他是说有拉的动作。教育局已经要求学校在今天召开校事会议，研议展开进一步调查。人本基金会讲，这个老师事先就想要来施行暴力，不是单纯的体罚，而是管教不当，应该随个西头路接受调查。老师这种施暴的行为，而且还事先预告，表示他事先有预谋。那这个也呈现出老师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因为他现在呢是用暴力的方式对待孩子，这已经不是体罚了。好，所以我想应该要立即停聘这个老师，并且呢接受调查。学生的家长已经去警察局报案，对姓洪的老师提告伤害、恐吓、违反儿少权法。学校嘛强调，已经对共班的学生开始心理辅导，会继续和家长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那网络顶头最近有一段影片，这是台南一间高职的查甫学生，伫教室内底摕拍火器、灭火器咧喷同学，嘛喷到规间教室拢是咧做耍。边仔的同学咧看闹热，是看甲气笑。学校讲会对学生囡仔处罚，嘛辅导这学生。消防队即马强调讲，灭火器、拍火器千万唔通摕来耍，嘛唔通摕来喷人，因为吸到喷出来的焦粉有可能会中毒。
一个男同学摕大粉灭火器，伊伫咧喷另外一位同学，互喷的同学表情痛苦，佮伊伫咧闪边，还有其他的同学伫笑。画面出来了后，嘛互网友查出讲这是台南的一间国立的高职，学校嘛出来证实讲有这件代志，另外嘛已经进行调查了。有通知导师和家长，那了解这是学生，因为他们是一些庆生的行为，针对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昨天就完成了校安的通报，然后我们会加强学生的辅导。今天早上呢，利用升旗的时间呢，已经强化了法治的教育。学校表示，经过调查发现，讲这是学生伫咧庆祝生日的时所发生的代志，不是霸凌的事件，而且嘛已经甲因解释了。另外，消防局表示，一般的公共场所拢有放大粉灭火器，不过灭火器内底拢是化学成分，若是摕来甲人喷，恐惊会过敏会烧，另外上严重佫会戆，甚至也佫会中毒。它的冈苯灭火器主要是碳酸氢钾跟磷酸二氢胺的一个成分哈，那这些大概都是腐蚀性的一个粉尘哈。那如果万一不幸被吸入了哈，可能会有一些窒息或者是呼吸道黏膜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般这是消防安全设备，我们不建议当作玩物来玩哈。学校强调，这件代志不是霸凌的事件，目前嘛已经完成校安通报，另外损害的财物嘛会依照规定处理，而且学校嘛会加强辅导学生，避免这款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个读高中3年啊，或者5年开业这个囡仔，伊生病的耳孔是重度的听力障碍，伊自细汉的平衡感无啥好，所以爸母就带去学骑马，要训练伊的平衡感。这个囡仔是愈骑愈有兴趣，最近伫全国中等学校美术的锦标赛摕到冠军。他小一只，马那么高。吴连凯身高只敢若152公分，不过徛伫咧马顶头，看起来真有自信。无论是美术的骹步，也是看拿，拢无问题。不过其实伊自细汉就因为耳仔听袂啥着，真惊甲人沟通。我耳朵听不到，不太自信。然后有一个马术带给我一个自信的擅长，可以站在舞台上面，这一方面会比较自信。吴连凯一出世，两边耳仔就重度听力障碍。2岁半开刀装电子耳仔，不过自细汉平衡感就比别人较歹，行路怪人倒滑。为了要训练伊的平衡感，因阿嬷伫网络顶看到会当用骑马来复健治疗，就带伊去练习。小学6年的时阵，因为看到国手比赛影片，看了真喜喜，就决定要行马术这条路。我说刚来的时候，他都不回答、不讲话，后来才知道他耳朵不好，后来戴了助听器，跟他讲话。老师教他的时候，刚开始说，他都不会回答。要学着用 FM 远端系统的方式，也就是固定对着麦克讲话，声音会当直接传到吴连凯的电子耳仔，互伊哪骑马哪听固定的指导。1礼拜4天，自宜兰走到台北练习，慢慢也找到方法克服困难，摕到全国中等学校马术锦标赛内面的国中组马场马术 Preliminary 冠军。不过吴连凯无安尼就满足，伊讲会继续练习，若要摕到马术教练的证照，也希望会当去参加奥运。记者综合报道。即阵疫情转好，疫情指挥中心后礼拜嘛要解散，但即马进入疫情的时代，儿童感染科医生就讲，解封了后，喙暗放冷、破病人有感觉变较侪，免疫负债现象已经愈来愈明显。另外，伫新竹的马街儿童病院最近就举办展览，咧小解鼻孔和鼻孔。透过展览，要互大家知影鼻孔内底其实是藏真侪病菌。家长带囡仔看鼻孔内底到底生啥款，对 3D 效果影片内底了解病毒是安怎样对鼻孔走入去的。带小朋友认识一下，就是关于鼻腔的一些健康知识啊。那小朋友之后的话，也可以做一些那个预防跟那个治疗的部分。我们新冠的时候，很多做快筛都会做鼻子，那很多小朋友会怕，问他为什么要戳这么深哈？基本上，最主要是病毒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哈，越深会越准。那小朋友如果知道这个鼻腔的构造，他在裁剪的时候应该比较不会怕。进前大家喙暗挂条条，较罕咧破病，不过生活中的病毒一直拢有。医生表示，这阵疫情转好，防疫解封，喙暗放冷，嘛看到免疫负债现象已经出现啦。去这2、3年，大家防疫做很好，大家都没生到什么病，
可这些病毒都会跑出来，所以就是所谓的免疫负债。像我们现在现场这些幼儿园孩子，他们可能都这几年都没有得过肠病毒，因此只要肠病毒在社区一旦流行，就会容易一个传一个。所以最近特别多就是肠病毒很多，流感很多，甚至我们的腺病毒、诺罗病毒、玫瑰疹都还蛮多的。疫情期间，要家己快筛拢爱动鼻孔，囡仔是惊甲要死。是着马街儿童病院最近有举办展览，消解鼻孔鼻管。透过展览，医生表示鼻孔内底藏真侪病菌。透过展览，嘛互大人甲囡仔了解注疫苗，增加抵抗力的重要性。普通时啊，嘛爱食洗手，降低病毒对咱的伤害。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所以，今下来家人来看，家人中兴国小有一个布袋戏的社团，真侪囡仔是因为喜欢布袋戏开始去学台语。这个社团前一阵仔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性的比赛，嘛摕到真好特优的好成绩。人翁仔讲台词拢真有班，这是家人中兴国小的学生囡仔，因当咧演的是颠倒关税收腰，有这款成果是因为经过真侪努力。不会的怎么办？阿嬷或者是老师啊，因为都比较会念台语，就跟着他们念。就是看南美书，就讲不出来，就用注音写。困难吗？还是愈学愈趣味安尼？愈学愈趣味。为着台顶10多分钟的戏，大家的囡仔平常时拢真拍拼背词、念词，真侪人是对袂晓讲台语斗大念，嘛因为对布袋戏有热情，所以愿意投入时间来练习。前一阵老师嘛以家人参了河12姑娘做故事的基础，互因演出颠倒关税收腰的戏出，摕到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的特优奖。但是囡仔讲实在，无多讲像阮安尼。有迄个经验，角色讲诠释，甲拢没有很到位，但是真水。互囡仔对即个家人在地文史有搁较好的熟悉，而且伫迄个北管的演奏的部分，老师嘛加入真侪的刻白，所以互规出戏看起来、听起来，感觉真活泼。校长表示，中兴国小的布袋戏社团已经成立26档歌，以传统布袋戏有做来歌场是社团的特色。即马社团是收3年至6年的囡仔，大约30个。囡仔嘛因为演布袋戏接讲台语，甲公阿嬷愈来愈有话通讲，伫学校传承文化，伫厝内增加感情。记者电话联络开家人采访报道。清朝的凤山关新城本地城门有6地石板，也毋过因为保存无好势，有3地碰见。也毋过其实内底有2地长期拢保存伫咧高雄一户姓林的人家厝内底。因通知高雄市政府来看，才知影即个文物的历史价值，即马决定要捐出去。都讲18年的字，敢若阁会当看到，原本就是已经无去的凤山关新城南北门顶的影仔，这几年来是一直当待伫台湾银行凤山分行的下骹。60几当前去分行的时阵，互挖出来，伊当阵伫遮做主的景的姓林的老先生，看着要互摕去做水沟挂，就300块买落来。我是为了讲，这款的物件是哦，这不是普通的石头啊！你要个车伊做水沟啊放，安尼嘛唔对啦。林家佑讲，这个石板可能是文物，但是唔知伊对倒来含伊的价值，都一直拢藏咧。最近因为厝内要整修，才通知高雄市政府来看。日是文化局初步判断，可能是离今嘛185当前，清领时期起的凤山关新城南北门的影仔，林家决定捐予历史博物馆，将会同学者专家持续针对门耳的现况跟历史脉络进行调查研究。完成后办理相关的典藏审议程序，等到完成相关作业后，研议适当的展示方式。因为凤山关新城遗址保存的状况是无旧城较好，原本有6块门顶悬的影仔，即马敢若剩东便门，搁伫咧门顶悬。东门是保存伫咧做公庙，顶悬同款会当看到道公这个字。即马加上林家馆的南北门的部分，甲本地就伫书博馆的郡南第一馆，总算找5地转来，嘛互文史研究更加丰富。记者综合报道。苏丹即马当地内战，百姓的生活是真痛苦，动物的生存嘛受到威胁。有志工即马在顾，毋过这志工讲，大概出门压力拢真大。
水池看起来啥物拢无，酷气是闭伫影内面，一大堆狮仔伫啥物拢无的园区内面踅来踅去，毋若欠水欠食米，边仔的电栏杆嘛因为欠电无作用，若是互炮火惊到，这狮仔随时拢有可能走去。北非的国家苏丹对15爆发内战以来，已经造成超过400个人无命，至少3500个人受伤。目前的炮火，互人民是生活伫痛苦内面。避难区内面的动物嘛拢欠水欠粮食。即马住伫首都克图姆的动物救援避难处的创办人沙利，因哪爱哪保护厝内人，搁爱哪照顾这动物。We have no supplies, no fuel, no electricity, no water. So we're really risking our lives every day to try to reach there. The first few days, my team were literally living under all this live fire and bombing. The sanctuary itself was hit by a lot of bomb shells. 沙利和伊的团队搁打搁继续供应避难处200只动物的食米和水源，包括25只狮仔、6只腊狗。但是因为园区捌风炸过，大家人拢烦恼讲，家己出门去饲动物了后，就无法度搁返来厝。沙利真无奈讲，各大团队拢无收到当地政府也是外部组织任何援助，加上园区的太阳能设备和器材拢互淘汰，状况愈来愈歹。另外，因为真侪苏丹的民众和外籍人士伫逃走的时阵，无法度，只好甲宠物留伫厝内。沙利是接到一堆求伊斗饲厝内宠物的信息，互伊是无用饲。沙利嘛讲，其实上大的压力是外界叫因直接放弃动物的声音。You know, many people are telling us to relieve these animals and euthanize them or put them to sleep. And that's a very difficult choice, We don't want to do that. 公司新闻周如平编译。美国的芭比翁仔最近有推出新的造型，是按照当时前的囡仔去设计的，希望要互大家透过翁仔促进多元和包容，嘛要拍破刻板的印象，水毋哪一款。I love it. 英国马杜高斯坦看到和家己真相共的当时前芭比奥丁友是真惊喜。I'm here with the first ever Barbie with Down syndrome. That looks like me. And it's beautiful and I love it to pieces. 业者是有咨询美国当时前协会专业的建议，尽量让奥丁友看起来是更较像当时囡仔。这个芭比是穿粉红色骹步的矫正器，另外伊的面较宽，耳仔较细，鼻仔较扁。长长的目睭敢若杏仁，手阁有长掌，拢是真明显的特征。颔管挂的粉红色的破链，三个倒边的 V 是代表细胞内面有3条第21号的染色体，比普通人是加1条，嘛是造成这种遗传疾病的主因。穿的洋装顶悬有叶仔含蓝黄色的花，是当时前公益活动的色。法国的作家拉鲁讲，看到当时前芭比，就敢若看到家己伫这个社会找到位同款。Mignon comme tout. J'aime bien ses yeux obliques, sa petite taille. Et elle est coquette comme moi. 芭比奥丁友是真侪人囡仔时的记忆，早期因拢是金头毛、白皮肤、腰细胸坎大这种形象，受固定，而且和实际上的人差伤远，引起批评。最近业者嘛求转型，2016年是推出7种皮肤色、4种体型、几十种的头毛型和目睭的色，阁有各种职业的芭比。了后阁推出穿插是真流行、阁真特别的芭比，亲像有身心障碍的芭比，阁有穿假脚、坐轮椅的。希望推广多元社会，增加包容。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感谢今同齐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外岛17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